翻嚟節目時間啦！嗱，有人話咧，生命咧可以化作石頭，因為咧無數遠古嘅生物咧融入石頭咧成為化石。其實石咧同埋我哋嘅生命咧真係息息相關嘅。而觀山賞石之餘咧，更加可以認識大自然、認識生命添。仲未識得欣賞山石咧唔緊要嘅，因為今日喺我哋人物專訪嘅嘉賓身上咧，可以教下我哋啦，教我哋點樣可以咧欣賞山石啦。有兩位朋友嘅，佢哋分別咧就係香港地貌岩石保育協會嘅主席咧吳振陽先生啦，同埋另外一位朋友咧都係嚟自呢個協會嘅會員會議聯絡召集人曾可怡小姐 Heidi 嘅。 Hello， 你好，早晨兩位。其實咧講起咧即係市場香港嘅山石咧的而且確咧有好多，但係咧你話講到欣賞啦，可能咧未必個個人都認識啊。我想問下兩位咧，其實咧你哋由幾時開始咧同呢個山石咧觸電嘅咧？你哋幾時戀上嘅咧？真係其實我自己個人咧就係好細個開始啦，差唔多中一嘅時候已經開始噶啦，咁中一一路到而家都其實不斷咁樣去即係睇山啊、行山啊，同埋甚至係最高興亦都係帶一啲朋友一齊去咯。咁而實際行動咧就其實喺過去嘅2年開始2年前開始正式做有啲行動。咁因為我哋主要咧就係話，我哋除咗欣賞嘅時候咧，我哋覺得大自然非常之奧秘啦。咁同埋亦都係發現到其實香港咧有好多絕對唔同外國。即係所謂失色嘅一啲山景石景嘅，咁所以我哋希望咧將呢個信息係帶俾即係所有嘅朋友知道啦。咁所以我哋喺2年前開始咧，其實有啲比較實際嘅行動，就呢個包括即係我哋一啲嘅保育嘅活動啦，即係岩石啊、地貌嘅保育活動啦，同埋一啲即係譬如話我哋有啲導賞嘅活動啊，甚至即係最近甚至搞到即係同政府啊、漁護署合作搞啲導賞活動，咁變咗可以直接咧帶我哋一啲朋友去到我哋郊野嗰度咧，就睇睇同埋欣賞我哋嗰啲天然嘅一啲即係自然景象咁樣啦。我哋關心嘅就係香港地貌啦，即係香港地貌總體嚟講有咩特色咧？你可以咁嗱，香港地貌嘅特色其實都相當精彩啊。咁點解我話精彩咧？香港咧係好細嘅地方，即係如果我哋計嗰個整體面積嚟講咧，就大概1100平方公里咁大嘅啫。咁但係喺1100平方公里入邊咧，如果我哋講自然嘅景色或者所謂天然嘅地方嘅話，其實係超過50%嘅，有40% 左右咧係一個郊野公園範圍。但係佢石質咧就相當豐富喎，即係唔同類別嘅石，我哋叫做即係我哋有曾經可能聽得到就叫做生物多樣性啊。其實石頭嚟講咧，即係地質其實佢本身都有一個多樣性喺度嘅。嗱，我哋香港咧，譬如我舉個例，我哋基本上任何主要嘅岩石都有即係唔同一啲地方佢可能淨係1-2種咁樣。我哋有花崗岩啦，我哋有火山岩啦，係啦。我哋有沉積岩啦，亦都有變質岩，即係基本上所有都有。咁其次咧就岩石之外咧，有即係地貌啦，我哋叫地貌啦，有山有水。尤其是香港因為三面都係環水啊嘛，咁你喺海岸嚟講個地貌係相當漂亮嘅，因為你可以講話包括晒所有應該有嘅海岸地貌都有齊嘅喺香港。Heidi， 我想問下你啦，其實即係喺香港方面咧，如果要欣賞啲咁靚景色咧，呢啲地貌啊、岩石啊等等啦，有幾多地方啦？可唔可以兩位又推介下俾我哋？其實有啲係可以，我直情咧好容易去到，譬如好似你萬宜東壩咁樣啦，同埋而家石澳咁，因為你搭巴士啊、小巴隨時都可以去到。就算你話好似萬宜東壩好似好遠咁，但係的士一陣間100蚊由西貢去入到去咧，已經係即係已經搞掂㗎啦所以好方便咯，同埋你點樣行都係行1-2個鐘啊，又唔會話太辛苦啊咁樣啦。假期做最啱啊，市場不過咧就即係譬如話點樣欣賞呢啲嘅地貌啊、岩石咧，會唔會有一套標準咧？就譬如市場鑽石都有3個 C 去睇啦，欣賞岩石會唔會有一套特定嘅標準咧？即係審美嘅準則係點樣咧？其實鑽石有4個 C， 4個 C 係唔係得？岩石其實咧就唔止4個 C 咁簡單，即係我覺得岩石咧就，譬如通常我哋睇嘅時候咧，即係大概咧可以分為一個比較宏觀嘅睇法，同埋一個比較所謂focus 啲，有啲即係集中啲嘅即係微細啲嘅睇法，微觀嘅睇法。如果你一個宏觀睇法，當然佢嘅景色係相當吸引嘅。咁呢個景色包括佢嗰個一個山啊，或者一嚿石，佢究竟夠唔夠宏偉，夠唔夠大？夠唔夠險要？夠唔夠秀麗喎？即係我哋有時講秀麗，即係好似睇女仔或者欣賞香港小姐一樣。呢個純美感嘅，純美感啊！真係佢有個絕對係有個美感嘅。即係譬如我哋行得山多，我哋自己有個即係感覺出嚟嘅。咁亦都有啲即係當然話你睇到之後咧，你有個驚訝嘅感覺嘅。咁啲驚訝嘅感覺，你覺得好奇怪，點解
即係嗰嚿石嗰個山會係咁嘅樣嘅咧？即係你會有好多疑問出嚟嘅。咁呢幾種方法我哋可以咁睇咯。咁至於微觀嘅睇法就當然咧，我哋喺一嚿石嘅時候，我哋睇下佢入邊嗰個佢嘅晶體包括啲有啲乜嘢啦，佢有礦物有啲乜嘢，佢究竟個礦物點解會咁樣嘅組織啊，或者甚至佢嘅結構究竟係點解會咁樣嘅？嗱，我有呢個例子啊，東平洲就香港最典型啊，佢本身係沉積岩啦，係嘛，所以因為沉積岩就所謂千層石一層層啊，有個特別嘅一種美感嘅，係嘛，即係但係好弊喎。即係好似呢一樣嘢，我哋對佢個尊重保存唔係好掂。我而家隔一兩年就去，隔一兩年去，好似覺得佢真係一路越搞越壞咁啊！即係呢啲問題點處理咧？其實首先咧，我真係好高興聽到阿史 Sir 咁講啊，因為咧呢個就正正我哋要針對嘅問題。我哋其實香港有好多好靚嘅地方，即係東平洲係其中一個最靚嘅地方嚟嘅。但係呢個破壞性咧相當大啦，譬如話塗鴉係一個好嚴重嘅一個問題。咁即係呢類咁嘅行為咧，其實有啲叫做冇乜公德心嘅，即係行山者或者旅行人士所做嘅啦。咁但係呢個問題係開始意識得到啦，因為點解我哋過去其實2年入邊咧，我哋盡量搞一啲活動，係提醒我哋一般香港市民嗰個意識，因為目前嚟講相當低嘅。即係譬如我要保護，我哋成日講環保啊，我哋都係睇翻植物啊、動物啊、雀仔啊嗰啲咁嘅樣為主嘅。但係究竟我哋有冇考慮到我哋本身香港有一樣嘢好緊要嘅，唔記得咗，原來大家就係石頭同埋山咯。而石頭同山咧係我哋啲植物或者動物或者雀仔嘅居所嚟噶嘛，甚至佢係提供一啲泥土有啲養分，植物先能夠生存。有植物就有雀仔噶啦嘛，所以佢係一個我哋叫根基嚟嘅，即係整體生態系統嘅根基。咁呢個意識其實希望咧將去傳俾即係我哋大眾嘅市民知道，咁嗰個意識就會希望係日日咁可以提高翻啦。係，Heidi可唔可以話俾我哋聽，其實咧即係香港啦，好多嘅地貌岩石嘅地方啦，有冇邊啲係即係10大遭受破壞排行榜頭5位啊？咩地方最嚴重啊？咁樣啊？有嘅，其實我哋前年嗰陣時候咧，我哋搞咗個最大型嘅反塗鴉運動，咁樣就係選最即係受塗鴉污染嘅地方。咁我哋就係第一位，就係我哋最代表香港嘅望夫石。咁舊年咧呢一笪地方亦都係我哋選美地方係最靚嘅地方。咁所以其實大家可以睇得到咧呢一樣嘢就係幾大嘅對比咯。最靚亦都係最差嘅咯。咁所以我哋而家有一啲嘢都係做緊嘅，佢好似我哋有一個叫做洗石天使，咁我哋啲會員咧就自動自覺咁樣去組織咧，就去即係洗塗鴉咁樣咯。係嚇，咁而家我哋即係嗰個行動，慢慢咧希望可以令到除咗我哋會員之外咧，都其他人都知道。例如我哋揾一啲學校，咁我哋去做一啲講座啊，或者直情係帶到去嗰笪地方咧，就話俾佢聽原來呢度係幾差啊，跟住咧就嗌佢哋幫手去洗，知道呢一種洗嗰陣時候咧係幾辛苦啊。係啊，咁佢哋咧問翻佢哋咁你以後會覺得係即係嗰個感覺會點樣？你會唔會將呢個 message 咁樣俾翻其他你身邊嘅同學仔或者係你嗰啲屋企人啊知道？咁佢哋個個都即係話其實係會啊。如果邊個話再去塗鴉嘅話咧，我都唔放過佢。係啊，即係要證明自己去過嗰個地方，話到此一遊啊等等咧，就唔使喺嗰度寫嘅，影幅相都可以嚇。好，我哋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咧，繼續咧同香港地貌岩石保育協會嘅2位朋友一齊傾下偈㗎。轉頭再見。